今日要挑戰將40kg 嘅奧運區。幾年都冇用，都你塊面反晒油光啦！做 gym 係咁噶啦，你唔止出汗啦，仲出晒油啊！你再唔嚟暗瘡大爆發㗎啦！點搞啊？快啲同我一齊試下 Caudalie 嘅 Pheno Pure 系列啦！佢係混合性油性暗瘡肌同埋敏感肌，都可以日日用嚟控油抗痘、去粉刺嘅護膚系列，同油乾痘痘講拜拜啊！首先用潔面啫喱洗乾淨全塊面，洗完之後好乾淨，完全唔繃緊。之後用爽膚水去除老化角質，疏通毛孔。之後一定用呢一支一日就可以控油抗痘、去粉刺嘅抗痘精華，持續用晒一支仲可以解決混油肌嘅7大問題。佢咁勁係因為佢嘅天然專家配方，幫你調節油脂分泌，阻止油脂氧化，抑制消炎，淨化毛孔，擊退暗瘡，質地仲超級清爽啊！仲有啊，唔好以為出暗瘡同埋油肌唔使保濕啊，用完精華用埋佢，可以倍大淨化同埋調節油脂分泌嘅效率。佢個質地輕盈清爽，但係保濕力極強，雅致質感嘅同時又控油，塊面全日都唔會油粒粒，仲抗炎同埋修護暗瘡，真正咁樣同痘痘、毛孔、黑頭講拜拜。最後合埋眼用埋我嘅最愛黃頭水，佢入邊有100% 天然精油，做到靜肌醒膚控油同埋緊緻毛孔。平時做完運動，平時後都會用佢，就算你剃完鬚噴都可以用佢，即刻收細翻個毛孔㗎。塊面終於唔油清爽晒，過關啦！